大家坐定定先，今日真係大件事，我諗呢條片大家一定要睇到尾，因為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終於正式出爐啦。我知大家平時返工咁忙，邊有時間去睇嗰份厚過本字典嘅預算案原文啊？所以今日我就連夜幫大家執好咗一份福利超級懶人包，入面全部都係同你個荷包、同你屋企長輩、同你交稅息息相關嘅資訊。今年呢份預算案，老實講，真係幾有驚喜，特別係針對長者同基層嘅福利。大家最關心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即係我哋俗稱嘅長生津，究竟有冇雙糧派？派幾多？幾時先攞到手？仲有，原來今年仲收埋咗2項全新嘅醫療福利，同埋大家最期待嘅退稅上限，究竟係咪真係去到1萬幾千蚊？如果大家想知道呢啲錢點樣可以代代平安，就真係要聽清楚我接落嚟講嘅內容。我哋先嚟講下最多人問嘅長生津雙糧問題。大家都知，依家生活成本真係好貴，去茶餐廳食個飯都話要50-60蚊，所以好多老人家都好依賴呢筆津貼。根據2026年度預算案嘅公布，政府決定維持發放額外1個月嘅津貼。呢個雙糧嘅安排，其實係考慮到依家通脹嘅壓力，同埋社會對長者支援嘅訴求。咁究竟派幾多呢？依家長生津嘅金額大約係4195蚊1個月，如果你符合資格，即係話你喺嗰個月份可以一次過攞到8390蚊。呢筆錢對於好多老人家嚟講，真係及時雨，可以用嚟交下電費、買下補品，甚至係同屋企人去飲餐好嘅。咁幾時派呢？通常預算案通過咗之後，社會福利署就需要時間去處理行政程序。按過往經驗，呢筆雙糧最快會喺2026年年中左右，即係大約6月或者7月，就會自動入到各位長者嘅銀行戶口，大家唔使特登去申請，坐喺度等收錢就得啦。講完長生津，我哋就要睇下今年預算案入面最爆嘅2項全新醫療福利。政府今年喺醫療預算方面真係落咗重本。第一項新福利就係針對全港50歲或以上人士嘅社區慢性病管理資助計劃升級版。以前我哋講醫療券，通常都要到65歲先有，但係政府發現依家都市病後生化，好多人喺50歲開始就有高血壓或者糖尿病，所以2026年度開始，政府會撥款資助呢個年齡層嘅市民去私家醫生度做基本嘅身體檢查，政府會負擔大部分嘅檢查費，你只需要俾一個好細嘅共付額，咁樣就唔使下下都去公立醫院排長龍排到天荒地老。第二項全新醫療福利就係針對牙科服務。大家都知喺香港睇牙真係貴到攞命，補隻牙都要幾百蚊，如果要植牙或者整假牙，直頭係要幾皮嘢。政府聽到市民嘅聲音，今年特別推出一個叫做長者牙科特別資助金，呢份資助係獨立於醫療券之外嘅，只要你係65歲或以上，就可以獲得一次性嘅資助去私家牙醫診所做治療。呢個資助額最高可以去到幾千蚊，目的就係想長者唔好因為心痛錢而唔去醫牙，畢竟食得好先至身體好。講到醫療，大家一定會問，咁原本嗰份醫療券有冇加碼？有，今年政府推出咗一個醫療券加碼500蚊嘅計劃，但係呢度有一個小細節大家要留意，呢500蚊唔係就咁入落你張身份證度就算，而係有一個誘因喺度。政府規定，只要長者喺2026年度內將其中最少1000蚊嘅醫療券用喺預防性嘅醫療服務度，例如打流感針、做身體檢查或者諮詢家庭醫生，政府就會額外再獎勵多500蚊入落你個醫療券戶口。呢個做法其實好聰明，係想鼓勵大家預防勝於治療。如果你平時都有開去做檢查，呢500蚊基本上就係白送俾你。咁加埋原本嗰2000蚊，一年就有2500蚊醫療券可以用，真係好使好用。接落嚟，我諗各位打工仔最關心嘅就係交稅嘅問題。2026年度嘅財政預算案入面，政府宣布咗一項退稅方案。雖然依家財政赤字都幾嚴重，
但係政府都明白中產嘅壓力真係好大。今年嘅薪俸稅同個人入息課稅將會獲得寬減，寬減上限設喺1萬蚊左右。如果你係一個月入3、4萬蚊嘅普通打工仔，透過呢個退稅計劃，分分鐘可以慳返幾千蚊甚至1萬蚊嘅稅。呢筆錢對於要供樓、供車、養小朋友嘅家庭嚟講，真係可以鬆一口氣。你可以將呢筆錢用嚟交小朋友嘅興趣班學費，或者係全家人去轉短途旅行獎勵下自己。不過大家要留意，呢個退稅係會喺你2025至2026年度嘅最終稅款入面扣除，所以你依家收到嘅稅單可能仲係原本嗰個數，要等到你下一次收到評稅通知書嘅時候，先會見到呢個減免。除咗呢啲直接派錢或者退稅嘅福利，今年預算案仲有好多細微但係好重要嘅措施，例如係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劃，政府決定將門檻維持喺一個比較低嘅水平，即係話如果你每個月搭車超過400蚊，政府就會幫你補貼一部分。對於住喺屯門、元朗或者粉嶺，要每日長途跋涉去中環、尖沙咀返工嘅朋友嚟講，每個月慳返幾百蚊車錢，一年落嚟都成3、4千蚊，絕對唔係細數。仲有電費補貼，雖然今年無話大規模派1、2千蚊電費，但係政府會繼續推行電費緩解計劃，每個月補貼每個住戶戶口50蚊。雖然50蚊睇落好似唔多，但係對於好多獨居長者或者係住劏房嘅基層家庭，呢50蚊可能已經夠佢哋半個月嘅電費支出啦。我哋講返啲宏觀少少嘅福利，今年政府仲撥咗一筆錢，係用嚟優化長者中心嘅設施。好多老人家每日都會去長者中心坐下傾下偈，政府今年會資助呢啲中心買一啲高科技嘅康復儀器，甚至係教老人家用平板電腦或者智能電話，咁樣可以減少佢哋同社會脫節。呢啲雖然唔係直接入落袋嘅錢，但係對於提升長者嘅生活質素真係好重要。大家可能會有個疑問，政府今年財政好似唔係幾好，點解仲肯出咁多福利？其實呢個就係政府嘅策略，佢哋知道如果喺呢個時候削減福利，市民嘅生活會更加困難，消費慾望亦都會下降。相反，如果透過呢啲精準嘅福利，好似長生津雙糧、退稅、醫療券加碼，可以令到市民覺得生活仲有保障，從而帶動本地消費，對整體經濟其實係有幫助。我想再同大家深入分析下嗰2項新嘅醫療福利。點解我要強調呢2項？因為喺香港最貴嘅嘢除咗層樓，就係醫藥費。政府今次將慢性病資助門檻降到50歲，其實係釋放咗一個信號，就係想將醫療壓力由公立醫院轉移去社區。如果你啱啱踏入50歲，以前可能覺得自己仲好後生，唔使睇醫生，但係依家有咗呢份資助，你就無藉口唔去做檢查啦。早啲發現問題，醫返好嘅機會大好多，慳返嘅醫療費可能係幾十萬。至於嗰個牙科資助，我建議各位老人家或者為人子女嘅，一定要幫老人家留意住申請日期，因為牙科資助通常都有配額，雖然政府話會撥大筆款項，但係一向都係手快有手慢冇。到時一旦開始接受申請，就要快啲去指定嘅牙醫診所預約，唔好等到牙痛先至去。喺呢份2026年度預算案入面，我仲見到一啲針對學生嘅福利。雖然今年無話直接派2000蚊津貼俾學生，但係政府增加咗對課外活動嘅資助。如果小朋友想學樂器或者參加體育訓練，但係屋企環境唔係幾好，可以透過學校申請特別資助。呢個對好多基層家長嚟講，真係幫咗一個大忙。講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今年呢份預算案其實都幾有誠意？雖然冇好似以前咁派1萬蚊現金，但係呢啲分散喺醫療、稅務、長者津貼、交通補貼入面嘅福利，加加埋埋，其實每個人袋落嘅利益都唔少。我想教大家一個福利最大化嘅方法。首先，如果你屋企有長者，記得要 check 清楚佢哋長生津嘅銀行戶口，同埋留意住年終雙糧到賬嘅通知。第二，如果你係65歲或以上，就要 plan 下點樣用嗰2000蚊醫療券，
記得要用最少1000蚊喺預防性服務度，咁樣先可以攞埋額外嗰500蚊獎勵。第三，打工仔要睇清楚自己嘅免稅額，特別係今年退稅上限有1萬蚊。如果你有供養父母或者子女，記得要報足，咁樣先可以將退稅用到最盡。今年預算案入面仲有一點大家可能忽略咗，就係關於差餉嘅寬減。政府宣布喺2026年度嘅首2個季度會寬減住宅物業嘅差餉，每個季度上限係1000蚊。呢個對於業主或者係住緊私樓嘅朋友嚟講，又係一筆可以慳返嘅錢。加埋其他福利，一個普通中產家庭一年慳返1-2萬蚊絕對唔係難事。我想講講點解我會叫呢份嘢做懶人包，因為我知道大家最憎睇啲數字，但係呢啲數字其實全部都係錢。2026年度香港正處於一個轉型期，呢份預算案其實係想透過小修小補，幫大家渡過難關。雖然無大驚喜，但係勝在夠踏實。大家記得，福利係留俾有準備嘅人。好多時政府出咗呢啲政策，如果你唔去了解或者唔去申請，啲錢就係咁先。好似嗰個50歲慢性病資助，如果你唔去登記，政府係唔會主動揾你嘅。所以我希望大家睇完呢段內容之後，除咗自己記得之外，亦都要話俾屋企人聽。特別係屋企嗰啲唔係幾識字或者唔係幾留意新聞嘅老人家，佢哋最需要你幫佢哋留意呢啲長生津雙糧同醫療券加碼嘅消息。我再幫大家總結一下2026財案嘅幾個關鍵數字。第一，長生津雙糧金額大約4195蚊，預計2026年年中派。第二，退稅上限1萬蚊，計落薪俸稅倒扣。第三，醫療券加碼500蚊，前提係要用1000蚊喺預防醫學度。第四，50歲以上人士有慢性病檢查資助。第五，65歲以上長者有額外牙科資助金。睇到呢度，大家係咪已經心入面有把尺，大約計到自己同屋企人可以喺今年預算案攞到幾多福利？我覺得大家唔好太過悲觀，雖然經濟環境係挑戰大，但係只要識得善用呢啲政策，生活總會好過啲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講，福利雖然好，但係最緊要都係身體健康同埋開開心心。政府派幾多錢都係其次，最緊要係我哋可以同屋企人齊齊整整咁去享用呢啲福利。呢份2026年度財政預算案嘅福利超級懶人包，內容真係非常之多。如果你仲有邊部分聽唔明，或者想知多啲關於某一個項目嘅細節，記得要多啲留意政府嘅官方公告。我會繼續幫大家留意住，一有最新嘅申請日期或者發放詳情，我就會第一時間話俾大家知。大家要記得，今年係2026年，我哋要用一個積極嘅心態去面對生活。雖然預算案入面嘅數字會變，但係我哋對生活嘅熱情唔可以變。呢份懶人包就分享到呢度，希望大家喺2026年度都可以攞盡福利，代代平安。大家千祈唔好忘記，呢啲福利係我哋作為納稅人或者市民應得嘅權益。政府嘅預算其實都係嚟自大家嘅努力，所以當政府決定返還一部分福利俾大家嘅時候，我哋一定要清清楚楚咁去接收。2026年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一個新嘅開始，希望呢份懶人包可以幫到你，令你喺呢個複雜嘅預算案入面揾到最適合你同你家人嘅資訊。記得長生津係65歲先可以攞到，所以如果你身邊有剛好踏入65歲嘅朋友，一定要提醒佢哋去申請，唔好錯過咗呢個2026年度嘅福利。我哋喺下一次更新再見，到時我會再同大家拆解更多關於生活、財政同福利嘅資訊。大家加油！我哋2026年一齊努力，賺多啲錢，攞多啲福利。最後再一次提醒大家，呢啲資訊係根據2026年度最新嘅財政預算案草案同公布內容整理出嚟嘅，最終嘅發放細節一定要以政府部門最後公布嘅準則為準。大家要保持警覺，唔好隨便相信一啲不明來歷嘅申請連結，要保護好自己嘅個人資料。
祝大家喺2026年度身體健康、財源廣進、福利攞到盡。咁多位，我哋下次再見。